中国，比我鼻梁还要高的人，那应该就是塔吉克族了。他们是我国唯一一个原主的白种人民族，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之上。塔吉克族人具有欧洲面孔，不光有高高的鼻梁，还有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，帅哥美女如云。他们虽然长得像外国人，但却有一颗无比赤诚的心。他们出生就是护边员，不穿军装，但他们是最忠诚的边防卫士。他们是帕米尔高原的雄鹰。帕米尔高原上条件艰苦，但是护边人员却是无怨无悔。很多护边员都是3代4代人世代护边，他们真诚友善热情。有机会也欢迎大家来到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之上塔什库尔干县看看，这里可是中国最牛的县城，与3国接壤。这里有终年不化的雪山，600多个弯道的盘龙古道，千年不毁的石头城，这里处处是风景，就连这里的人也都让你赏心悦目。